耶和华是应该学乐的，因为伊听我恳求的声。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就是我的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乐伊。咱来用圣诗学乐，圣诗第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圣诗第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咱起立来吟。请咱继续徛地，咱做伙用书读圣经来告白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二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者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来交读启文，启文第36篇，启文36篇。咱三个来起。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腰喙焦羡慕伊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伊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遮累美恁，困着你，诽谤恁万项的歹，
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地的报赏是大。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是阮的石盘，你也是阮的盾牌，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投降的所在。主啊，伫这充满惊吓、无平静的时阵，阮需要对你来的平安。甲阮三角地带，主啊，阮虽然地大震动，虽然海水哗哗吼，阮犹原无惊，因为你的手要来扶持阮，你的大气力也要应救阮，因为你是阮的帮山。主啊，求你施恩看顾阮，求你伸手保护阮。阮恳求宝贵信心来引带阮的礼拜，尊主最大，恩待主的仆人罗龙斌牧师，赐下真理的话语。搁一解来清楚阮的信仰，互相宣传，为着建立基督的教会。主啊，你将你的教示吩咐阮，爱阮确实遵守。阮喜爱你的教示，亲像喜爱一切珍宝。主啊，阮要真正思想你的话，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肝内。主啊，阮要专心找求你，求你将你的律例教示阮，你的道遵探你的教示。阮要较无你的话来得到帮助，但毋忘。阮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圣歌队今日要学录的诗歌是，咱就微微笑。
主捌讲，见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伊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出路。咱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25章31节甲40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甲40节。周报后面拢有印咱的圣经节，请咱做伙来看，我来讲读。当人主伫伊的阳光甲隆重的天使来时，伊要坐伊阳光的座位，自即万邦伫伊的面前，伊就要分别因，亲像牧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将绵羊下伫伊的正边，山羊下伫伊的倒边。迄时王要互正边的讲：恁对我的爸得到恩典的，进前来承接国，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达恁陪伴的。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干，恁捌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脱捌体，恁互我穿；我破病，你看顾我；我伫家里，你来找我。迄时异人要应伊讲：主啊，阮啥物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干来互你啉？啥物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住，脱捌体来互你穿？啥物时看见你破病，也是伫家内来找你？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伫我的兄弟姊妹世的一个，就是行伊伫我。咱从时间交互牧师，罗牧师今要进度的题目是性命的冠军。咱将时间交互罗牧师。来所敬听者平安。平安。久久无甲咱三甲见面，会当阁一摆做伙来服侍上帝，真正对心底献上感谢。特别今仔日阁有一个真感谢的代志，就是我昨接到我伫澳洲的一个会友麦克讲为南部要来看我，结果知影我早起伫咱遮正道，伊嘛伫咱中间，麦克伫咱中间，咱该欢迎一下麦克。愿上帝的平安、恩典、丰丰富富，甲咱三甲对地，请咱三甲码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阮了伫最终的时阵，你差遣主耶稣来拯救阮，赏赐阮新的活命。圣经甲阮讲，既然有人伫基督内面，耶稣基督内面，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事拢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主，多谢你，互阮新的活命。总是阮都要怎样好好来珍惜、来活出主你对阮的期待。早起对你的话中，阮要来找找你要互阮的智慧。愿上帝你的灵，即是运行伫阮的中间，亲身用你的话语来养持阮，互阮平平伫你的面前得到装备、造就甲进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中间有个人。小可应当知影讲，我捌伫澳洲牧会10年久。无共款的国家，当然有侪无共款的所在。总是有一项，我感觉真特别，就是伫教育方面。咱伫台湾，咱的教育是小学，过来国中，过来高中，拢总12年。但是澳洲的制度，干两个阶段尔。伊1年到7年叫做小学。8年开始到12年，叫做高中。
真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因读到10年的时阵，因就要决定讲，你是要去考大学，或者是你要去读专科学校，咱即马讲 TAFE 吼。你若随意甲看的时阵，选讲要去读大学的人无真济，比率毋是特别悬啦吼，因为因的蓝领阶级，因的做工的人吼，比如讲做水电啊，做木工，因的待遇无拄拄比这白领阶级的人差真济，所以因若要去读大学，就是表示讲要做研究，还是讲以后要读博士，还是读什么伊有真大比例就是去读这个 TAFE 咱遮所有的专科学校，但是伫咱台湾无共款。你看咱台湾，咱的出路好亲像干一条，就是讲你要好好读册哦。父母自咱细汉的时阵就讲你要好好读册，读册就安怎？读偌好，读第一名你以后安怎？以后才有可能成功的机会读册就要读第一名，比赛就要摕冠军这是咱自细汉大概父母就互咱的一个观念总是早起要讲，大声甲咱想讲第一名你嘛读着冠军你嘛摕着对你有啥物帮助？有啥物意义？这是咱爱去想几啊年前，我想这运动真久但是若有人甲我有共款注意社会一寡问题，你会去发现讲，早正10年前有一个消息报纸刊一个消息讲，北一女有一个学生伊普通拢考第一名，但是敢若有一摆考第2名，结果发生什么代志？伊跳楼自杀。我看一个讲，实在是足毋甘伊若安尼自杀我看全台湾有一大堆的学生拢爱自杀一届第2名竟然自杀佫有一个消息讲咱有一个迄个跆拳道的国手咱莫讲名，伊嘛摕过世界迄金牌比赛金牌但是后来竟然去去食毒结果无钱，落尾摕伊金牌去卖换钱来食毒，足无彩咱过偌济才过尔，咱会记哩过偌济进前叫做受难者嘛有一篇电影叫做《受难记》这个导演叫做什么名？叫 Mel Gibson 伊拍这篇电影，迄个票房足好咧第一天就差不多要收3000万的美金差不多是全有史以来大概前5名的卖座电影但是伊有遮尔大成就了后，伊有一段时间拢伫忧郁症中间，伊毋知影讲到底佫落去，伊会使拍啥物电影我讲遮个例，互咱看到讲你看遮个人生命故事因拢捌摕过第一名，因的生命拢捌到即个行到人生的讲巅峰啦上悬的所在，但是哪会发生遮个代志？发生即款的代志因的生命故事咧，甲咱提醒什么？甲咱提醒什么？提醒讲第一名或者是冠军，伫咱生命意义到底是伫倒位？但是早起我要搁较进一步，搁较要紧，要正面甲咱想讲到底什么是生命真正的冠军伫祈祷文中间，我拄则祈祷中间，甲咱做一个祈祷，就是讲咱拢是新创造的人。但是咱要安怎好好活出这个活命，互咱的生命是真正是真正的冠军早起要甲咱做伙来想。伫这个进入圣经进前，我阁甲咱讲另外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一个这个受水的选手，叫做沙瓦许这个人伊真少年，伊就摕到哇世界比赛几啊项冠军所以为着要维持体力伊逐工伫咧湖边伫遐慢跑伫遐慢跑有一天当伊咧走的时阵忽然间听到一个嘣足大声的声哇啥物代志发生？
因为一台电车拖过对迄个轨道所落落来湖内面哇！伫迄个时阵伊想都无想，因为是收水的选手嘛，伊就跳入去即个湖内面，甲人安尼一个一直甲救出来，甲救出来安尼啊，当然在救人的过程，因为迄车厢破去，窗仔门嘛破去，所以玻璃嘛是甲伊刮到规身躯全伤啊到落尾，伊救出第20个人了后伊家己嘛安怎无力啊昏迷伫迄个湖边顶面，伫湖边安尼啊，因为伊安怎，伊嘛受伤真济，有败血症，搁加上即个肺部的并发症所以伊伫病院拢总倒45天啊，虽然命有救倒转来，但是医生甲伊讲你以后无法度搁受水啊你以后无法度搁受水啊，你无法度搁受水。听到安尼，检测有个人讲一生就完蛋了但是伊讲伊无遗憾伊无遗憾，伊咧想就是讲要怎样会当搁加救一个人出来安尼记者就真好奇讲你哪都遮尔拼命啦你无当遐拼要别人你哪会遮尔拼命伊讲一句话，伊讲因为我离开因上近啦。我离他们最近，所以伊就是只有尽家己的气力一直救偌济，加救一个算一个哇！伊的故事济人真正真感动啦就是讲你甲想伊捌摕过冠军，捌摕过第一名，咱的中间可能嘛有人捌读第一名摕冠军，一时间可能互你安怎？互你真满足感觉哇不得了！我第一名嘞，我冠军嘞但是这个三娃许伊摕遮尔济冠军了后，伫这件事顶面，伊咧做诶，互人真正体验讲，这毋才叫做生命诶冠军，嘛是下咱诶安怎圣经所甲咱拄则咱所读，罗马在40节所要强调诶，拄则40节25章第40节在强调什么？讲恁既然做伫我这兄弟姊妹社中间的一个，就是做伫我的身躯顶我感觉这句话伫咱的信仰中间，咱还常常放伫咱的内面这个甲咱提醒讲，什么是生命真正冠军有几项甲咱做伙想第一项就是讲，生命的冠军，咱做基督徒，你的生命真正要摕到冠军。毋是一味讲我要得，我一直要得足济，咱是安怎？你要欢喜去付出你要愿意去付出，这是真要紧的咱知影伫咱的生活中间，你要摕第一名、摕冠军，哇！你都要一直努力，甚至你要摕冠军，你要一直甲人争你才有法度攀上生命的巅峰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真正冠军是倒边的，毋是伫遐争，是遐付出。咱来掀开历史我感觉有一个人伊会使你真正称作讲伊的生命是冠军中的冠军啦我安尼讲，你毋知有想到什么人有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大帝咱中间有人读过伊的故事，伊33岁就安怎征服欧亚非三洲欧洲、亚洲、非洲，伊拢征服过但是33岁过身的时阵，你看伊安怎？咱大家拢有诶读过嘛？伊家己观察乌两空，伊诶手伸出来，讲我也是空空的，空空尔但是咱毋知有注意到无平平活33岁，就过身去咱的主耶稣甲伊足无共款。咱的主耶稣虽然无伊遐尼风光一世人无遐尼风光伊是经历济艰苦甚至最后互人钉伫十字架顶，但是伫短3年外的时间，因为伊不断付出疼心，不断付出怜悯毋难互济人的困难甲病痛得到帮助甲医治，而且真要紧，伊互济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互人知影讲啊，你生命意义伫倒位，你的价值伫倒位吼。所以虽然咱的主已经离开咱吼，伊为咱牺牲离开咱遐尼久，但是我想，包括咱中间侪侪人，咱拢要咧享受上帝的听，享受耶稣基督的听哦，咱咧享受伊所带予咱生命的改变吼。我常常爱做见证讲，我都是上好的例啊吼。我出世的家庭无好啊吼。细汉爸母差不多一岁，爸母就离婚啊，足有可能去做歹囡仔。哦，但是我若无家己去教会，若无主改变我的生命，大概我今仔日都无徛伫遮吼。所以你会当发现讲吼，付出其实毋是损失啊。你看咱的主耶稣，伊遮尔顺服主上帝的迄个计划，伊来牺牲生命来完成救赎。咱所有人会即讲吼，遮尔大的计划，上帝互伊什物款的尊严？伫圣经内面安写，讲吼，上帝甲伊升做至高，佮赏赐伊迄个超过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伫天顶的、地上的，包括伫地下吼、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有吼无哦，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就是讲因为耶稣的名，大家拢吼拢屈家拢拍拜。每一个人拢要称耶稣基督做主，互荣光归互上帝。所以你看咱伫遮咧做比较，亚历山大大帝八面活33岁，主耶稣嘛活33岁但是差别安怎？差别在于讲，主耶稣是欢喜付出，你看欢喜付出所得到，最后伊顺服上帝荣光，上帝互伊荣光是遮尔大。这个甲咱提醒生命，咱圣经有一句话真要紧，大家拢会晓背，叫做讲施比受更有福，对吧？对。但是咱伫生活中间，咱有做偌济即款的实际做出来，咱毋通将即句话当作口号啦，讲我很会背啊，施比受更有福你都要真正去做的时阵安怎？你才会发现讲哇，有影。当你安尼照安尼在做时，你会去发现讲，什么是生命冠军？早起咱的思维是科长老伊有一个古堡以前伫我的教会李水祥教会聚会，101岁才过身。哇！这个阿嬷，阮拢叫伊阿嬷，大家人拢足爱伊的啦。是安怎？伊甲伊的先生对于安尼两兄弟两块碗安尼白手起家，当上帝甲因足大祝福了后，伊足关心教会代志，需要关心的人，伊常常拢默默关心。毋然呢，逐摆若讲主日咯下几下后，若刷的时阵，拄刷尔，哇，鸡腿就来啊，热腾腾，伊迄楼骹拄有迄个女王炸鸡伊就知影时间，伊就甲你送来。这个过偌济也好，还是圣诞节也好，若圣歌队唱歌了，哇，伊就马上请因食饭，甲因慰劳关心，大细伊拢安尼关心。伊活到101岁，耳聪目明，敢若耳仔听较无，以外伊足厉害，伊的迄个房间有三台电视一台看 NHK， 一台看CNN， 一台看民视足聪明的足 smart。伊虽然后来较济岁伊行动无方便，来到教会拢坐轮椅，但是礼拜煞，什么人是上济人去甲伊讲话，都是伊。逐个人煞拢围去甲伊讲阿嬷甲伊嘘寒问暖。即款的情形是对倒来，因为足够关心的，伊足够付出。我相信阮教会是毋是上好也我毋知，但是伊伫伊的范围，我都付出，伊就是大细去关心。我感觉讲圣经咧讲的道理，其实毋是咧讲空口说白话。圣经的道理，你要真正去行，你才知影讲有影，互人会比共提较福气。第二，生命真正冠军毋是迄个决定点决定的点，毋是讲你伫世间咧领奖牌也是讲甚至咱讲盖棺论定，毋是。
咱做基督徒，你性命冠军决定伫伫倒位？伫你见主的时阵，你见主的时阵，遐才是咧决定讲你是毋是性命冠军。所以咱毋好互世间的济成就，也是讲一寡看会到扑啊声甲你迷惑去我感觉保罗伫即方面就看了足清楚，所以伊伫圣经有两段话讲了足好，我读互咱听第一段是腓立比书第4章13节到14节。伊讲兄弟啊，我毋是掠做家己已经得到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袂记你背后的努力头前的按着上帝所甲我查的标来跑走要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对顶面吊我来要得到奖赏伊讲伊无掠做讲伊不定已经真有成就，讲我毋是已经得到，我拢袂记，我就是要按着迄个标上帝所查的标来跑走第二，伫迄个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4节到第5节，这段圣经嘛真要紧伊讲我虽然无感觉家己有毋对，却嘛无因为安尼会当称义。伊讲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间还未到，啥物拢毋通论断，只要等主来，伊要照出暗中的隐密的情，显明人心人心的意念。迄时，逐人要对上帝遐得到学乐。这段话真要紧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4节到第5节，得教咱讲毋通伫教会互相论断。虽然伊家己感觉伊家己真好，伊嘛无论断家己。伊讲等候上帝来，会照出你可能毋知影一寡隐密的情形逐个人要对上帝遐得到学乐。这两段话咧，甲咱讲甚物？真清楚、真简洁，甲咱提醒讲人的掌声，甚至是人也是讲成就甚至是对伊的批评，对保罗来讲，拢微不足道保罗无定啥有成就你对伊学乐，也是讲对伊批评，对伊拍拍伊拢感觉迄毋是上要紧，上较要紧是啥物？对上帝来的肯定甲学乐所以咱做基督徒，我爱提醒咱互相爱常常去做思考，就是讲，无论咱伫世间有偌大的成就，也是讲偌大的名声，咱爱想就是讲我见主的时阵，我有法度得到奖牌啊无？不定你伫世间足有成就，你足好嘢，你地位真悬，但是有一天咱见主的时阵，你有法度伫主的面前得到肯定啊无？有法度得到奖牌啊无？这是咱第二项要去想的。第三项，性命冠军咧，甲咱提醒讲今日圣经所讲的，毋是干那讲伫遐第讲要做大官、做大事，是爱安怎？爱常常去想讲我是毋是做伫上界需要的一个身躯顶？这是咱常常爱去想的。我有读到一篇真趣味的迄个报道迄个名叫做讲铁达尼号铁达尼号进步的内容就是讲，咱知影铁达尼号真出名嘛讲这个铁达尼号袂使你去报出来这个内容迄篇文章咧写啥？迄篇文章咧写讲当时有一个世界上界好嘢的人叫做雅斯特四世这个人偌好嘢，就是讲伊会使你差不多迄个铁达尼号伊会使买咧几啊10只拢无问题但是当铁达尼号要沉落去的时阵伊甲家己的迄个太太有生5个月，甲送去救生艇了后伊家己坚持徛伫即个无要上即个救生艇。伊伫遐看到伊的狗甲伊的太太真smart讲 I love you， 就送伊的太太离开。伊的边仔的大夫一直甲伊催讲，你一定爱落去啦，别人无袂使落去，你一定爱上即个救生艇啊！你遮尔好嘢，你也使做足侪代志你爱落去救生艇。但是即个雅斯特四世讲，无，咱爱安怎？咱爱关心迄个上界安怎？
上较软弱。伊讲我们要保护弱者，所以呢，伊将救生艇会当最后坐，会当坐迄位，其实是会使坐，因为一个3等舱的迄个爱尔兰妇女，结果几啊天以后安怎？有一个早起人伫迄个大西洋的迄个海顶面找到伊找到伊的尸体，头壳去烟囱安尼弄破去。互足侪人足毋甘，世界上介好个，伊其实是会使咧坐去船顶，但是伊伫迄个真要紧的时阵，伊家己会当坐伫即个救生艇顶面的机会，让互即个3等舱的迄个爱尔兰的妇女。侪人检测讲真可惜，但是安怎？我相信伊伫上帝的目睭内面安怎？目睭中一定是安怎？生命的冠军一定是生命的冠军我常常咧想，你看世间有一国王因为王冠较有时有的人你甲看实在是真普通那这王冠甲一寡普通人在比较的时阵，这国王的名检测人袂记，因为王冠嘛，人袂记。是安怎有一寡普通的人，因了常常咧受纪念。譬如讲，我甲人讲德蕾莎修女，我想咱拢作熟。伊嘛过身足久但是大家还咧笑念。史怀哲博士150年伫非洲贡献伊的性命，是安怎？这普通人颠倒安怎？颠倒受笑念。因是安怎欢喜一生，欢喜去关心遮尔卑微的人。德蕾莎修女讲一句话真要紧伊讲因为咱知影伊是厄瓜多尔的迄个女性，伊走到印度去关心遮上界基层的人人家讲你哪会去做遮个代志？伊讲我伫遮上卑微的人的身躯顶看到安怎？看到耶稣，这句话有够有哲理呢。伊讲我伫这上卑微的人身躯顶看到耶稣，咱对这句话你有啥物联想？有啥物联想？是安怎？今仔日咱的圣经这个主人甲这人讲，恁这的既然做伫我至微细中间的一个，都是做伫我的身躯顶，因为伫至微细身躯顶，你看到耶稣嘛，所以咱来好好安怎？好好把握咱的性命，伫咱有困难的时阵安怎？圣经有一句话讲：你有行善的力量，就不要去推辞。我感觉这句话咱来放伫咱内心。上帝爱咱做，毋是讲你去做足大的事，才会使你摕到讲生命肯定无啦。你足细的事，上帝就甲你肯定，这是真要紧的。所以今仔日通过早起咱所思考这个信息，我要甲咱想到是讲，咱伫世间，无论上帝互你偌长，或者是偌短，一定拢有一个安怎，拢有一个真要紧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啥物？上帝敢是干讲你来世间，你就是努力打拼，互你活了足好，你足有成就，你会当共顶讲你看我足好过，我比恁较敖，还是讲，咱爱互定定甲咱拍抱甲咱有掌声，或者是讲你的活命伫上帝面前是真正冠军我感觉这是咱爱去想的，无论长短，迄毋是要紧。但是目的是啥物？咱爱常常放伫咱的内心。我想上帝一定是干讲互咱活伫世间，干为着咱家己的较好过，毋是啦。伊是要爱咱伫伊的面前会当安怎？有一天见主的时会当得到肯定。所以呢，早起咱咧讲施比受更有福，咱爱切实去做。而且安怎？你的手有法度做好的时阵，你都毋通去提示，特别。遐个你的身躯边随时需要关心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事，你家关心着，上帝拢要纪念呢。我最后讲一个故事，真趣味讲有一个教皇拄过身
我过身，伊的灵魂都往上走嘛吼，要去上帝遐，好啊下面安怎，拄啊在家举行众圣吼，开始吼要选吼新的教皇。吼啊伊教皇啊，所以过身了后，伊就是真自然吼，特别去安怎，要去见上帝啊。但是去到天堂的门口，彼得徛伫遐，讲你是谁？讲哎呀，你毋捌我？楼骹毋是楼骹吼，地面上世间才拄啊甲我咧举行众圣尔呢。哦，啊你毋知我无教皇呢？彼得讲我查看觅啊咧。生命册边讲无呢，无即个名。讲我白讲你，哦你可能看毋着去，无安尼。我做主教的时阵有另外一个名叫啥物名？我查无，嘛无即个名。吼，啊那查嘛吼，我做神有啥物吼？嘛无。伊讲伊说行到规身躯，我讲太安尼。伊最后讲吼，啊我吼拄吼毕业吼，对迄个小导演毕业，啊尾做神有进前，我有一个名叫做陆家。我伫迄个孤儿院吼，伫服侍遐个囡仔，拜托你搁甲我查看觅。彼得个人讲有，陆家有，因为你以前有伫遐真正咧照顾吼，遐细汉囡仔吼，好互你入去吼。迄个教皇啊，行到规身躯汗吼，伊讲我下批转去甲迄个讲，毋好想讲你做教皇，你着稳入来天堂安尼吼。我感觉即个故事足趣味，就是讲，得甲咱提醒吼，你所做过，你有气力所做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事安怎。但是你若欢喜去做，把握机会去做，都是做伫耶稣，咱的主耶稣的身躯顶，你的性命安怎，都是真正的冠军。请咱三教我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互阮一个新创造的活命。但是主啊，阮确信你互阮新创造的活命，毋是干那为着阮家己的利益，是要互人对阮的身躯顶看到主。特别伫今仔日传福音真困难的时代，人无法度阁看到上帝，但是要伫什么人，要伫什么所在看到上帝，都是伫阮的身躯顶。当阮活出主你的款式，欢喜照主你的教示来行的时阵，人就要看到阮讲有上帝来归荣光伫你，愿上帝你赐福，愿在其所领受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322首，信息322首。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咱请今仔日的招待者来进行奉献。请坐。咱进入公道的时间，咱来看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的内页。咱原主帮参院轻看世间的着活，甘心乐意委身奉献，尽心尽意服侍主。主捌伫天日的报赏，咱也为着咱的机体。金主姐、王兰妈、甘基姐、德明兄、邱敏姐、宝玉姐、丽水兄、淑珍姐、丽慧姐、义梅阿嬷、杜昭、秀荣、以诺小朋友、仁吉长老、文成、慧忠、佩莲姐、洪龙，咱也为着即马做化疗，伫厝休养的静茹姐、雅娜。怡君啊，为着升学要考试的秋雨，也为着足底筋膜黄信，咱提名来为因家，咱来献上咱的祈祷。咱也为着403，咱花莲大地震伤亡的民众，大家属因的身心灵拢会当得到医治，有平安。咱灾区的重建，莫阁继续受即个余震的威胁，会当顺利来进行。咱也为着今仔日，咱建设团契、甲妇女团契，咱联合有退休会，伫甲苗栗，原主的慈爱深深吸引伊，坚定军队主袂动摇。咱出声来祈祷。请八辈兄弟，我为着教会中得到主的恩典的遗体，献上感谢，也为着目前辛苦悲痛、心内忧闷的兄弟姊妹，求你用你的怜悯、慈爱看顾因，用你的大权力医治伊，为心神溃烂安慰伊，互因会当过悲痛的痛苦，才得到健康，休息耐心。
谢你，我先无煞。亲爱阿爸爸上帝，我要为着教会中得到主的医治的肢体献上感谢，也要为着目前身躯病痛、亲爱忧闷的兄弟姊妹，求你用你的怜悯、慈爱看顾伊，用你的大宽仁医治伊，信心的溃烂安慰伊，互伊会当赢过病痛的痛苦，早一日得到健康。求主互伊有信心、有耐心、有喜乐、有活泼的心智，通过这款艰难的日子，求主互伊早一日恢复勇敢来敬拜你，用伊的身体来荣光你的性命。主，阮也要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三甲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大师，咱先来介绍咱今仔日第一届来咱教会做礼拜，一个是罗牧师的好朋友，他住澳洲那是吴志胜，吴弟兄，我们掌声欢迎。是台南人好欢迎来，第二位是阮银发族歌唱班的学员郑维宏弟兄郑维宏，他是参加这学期才来参加我们银发族的歌唱班，唱歌很好听谢谢你，欢迎你，谢谢。好，来，温州的主会活动。请咱当场这舞者，请咱家己来注意、来准备，事先来做好准备。咱大多的事项，请咱继续逐工，咱拢为遮的代志来提名、来祈祷。咱来看教会的消息。咱本主日感谢咱的罗牧师、罗牧师带来足美好的信息。那愿主继续保守祝福。罗牧师的退休生活，像罗牧师现在过得非常惬意淡水，每天都有看他的那个 FB 的话，哇，那个照片越拍越棒罗牧师，我代表教会来你说多谢，谢谢，谢谢。真美牧师今日整容李春生纪念教会去主持新的殿，他召开小会。咱的一个牧师担任干事，随队是参与青社、大妇女团契的联合退休会，共约有70名大大小小参加。后来第二点是5月7号，就是后礼拜二，银发族的好厝边，一日游远足啦因为阮虽然带这银发族我一年也是办2届一个春季班，一个秋季班，是伫5月到10月。这个5月就是咱要去绿舞日式主题园区咱2个牧师拄好迄天无会议因为带了那么多的长辈，责任很大，2部游览车77个千岁团千岁，所以有点刚好牧师都可以随行帮忙所以求愿主保守咱出入平安。因为咱为什么有2台游览车？是咱即马参加的学员差不多将近90个，一台游览车足侪人抢无，一半以上，足失望的。所以我即马拢是排比较定点，然后不要太远，那就是2部游览车后来5月8号拜三下晡2点半，知美牧师要参加北中性别公益部部员会议，地点伫罗州教会。
后主日5月12是母亲节感恩礼拜，要表达咱对妈妈、亲爱妈妈的敬爱甲怀念。咱礼拜中也有迄落儿童主日学，也有银发族，也有青少年团契的戏剧，咱也教会也准备一份互妈妈的礼物，请咱后礼拜所有在座的妈妈，我会当带你的妈妈，你是妈妈，而带你的妈妈，做伙来做礼拜。5月18日下午2点要召开小会，3点半要召开中职会，请咱所有的中职爱留意这个时间。5月19礼拜是圣灵降临节，要举行本年度第3届新礼典，所以也要受洗跟信礼，要设立会籍的兄弟，请向牧师报名，以利咱要安排一寡相关事宜，且陪餐的集体，咱准备大家用敬虔谦卑的心来主工制度。5月26下午12点半，教育部要举办全教会趣味竞赛，要伫咱的建成国中篮球场，要方便咱主办单位要准备一寡物件用具请咱大家一定爱伫个1楼的柜台爱登记报名要养成习惯，活动拢爱报名安尼咱会准备物件才会尽善尽美爱报名。后来1012年旧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拢准备好请甲你的月线柜还是公布栏你家己来摕。咱来看团契消息，5月4号到5月5号，就是这2天，天色团契到妇女团契联合退休会，因是去到苗栗威尼斯温泉露营区。5月10号拜五上午10点，兄弟团契主会，主题是看见建成未来。主理是咱的义节牧师，以上奉献名册，请咱大家看，若毋对的，咱请来更正。咱今仔咱起日来吟诗歌，信息516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大家三甲对地，对这条教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
未到避讳，